要炮製香港最經典嘅地道小食，一定要由基本功練習開始。今次有幸得到慈雲山隱世美食高手傳授我山水豆腐花。先將黃豆加入山水浸一晚，然之後就可以將啲黃豆攞出嚟，擠入磨機磨成生嘅豆漿啦。磨成嘅豆漿呢，我哋擠入個餐裏面煲佢2個鐘頭。煲好嘅豆漿呢，我哋要撈起啲泡同埋隔渣，先撞出又滑又甜嘅豆腐花㗎喎。我哋就將一桶桶熱辣辣嘅豆漿加埋石膏粉水，撞入木桶裏面，變成豆腐花。豆腐花嘅凝固過程呢，大概需要30分鐘，之後就係一桶又香又滑嘅山水豆腐花。又香又滑嘅山水豆腐花，加上獨門嘅薑汁糖水，簡直係我食過嘅豆腐花之中最好食嘅一碗。如果你哋想食，沙田坳道恒益商店。